不好意思啊，踩了你的车。你怎么来了？我就这么来啦。我是说，你怎么又跟来了？只要有信念，什么地方去不了，什么事情做不成。你可别告诉我，你是坐集装箱偷渡过来的。我没偷渡，我跟你们一样，也是过来读书的。虽然不是伯克利，但是我的学校也不差。哎呦，行了，林夕，哇塞，可以啊！当然了，如假包换。哎，我跟你们说啊，新梦想英语，因为我门槛都快被踏破了。他们还邀请我做了一场讲座，题目是 GPA 2.5是如何申请到全美排名前50的学校，并且拿到奖学金，很厉害吧？你还拿到了奖学金？啊？教授怕不是疯了？还没有。哎，他是怎么了？出了状况不应该给我们投资人解释一下吗？没准他们认为这不算是事故，毕竟前半程这灵敏啊、速度、准确率那是一流的。这无论怎么样也应该给我们打个招呼啊！老周，最好的乙方就是甲方，咱们可是行家，人家也是行家，自然有恃无恐嘛。看你的样子，好像投定了。去年前年，克雷格实验室怎么改算法都没有这个效果，给他实验室投资的Cisco 公司对此非常的不满意啊。结果张海潮用软件就可以让克雷格教授的芯片得到这样的提升。哎，30年未见的天才，难得呀！你们两个说的太对了，当务之急是要尽快把项目拿下来，用最好的价位杀进去。看你们急成这样，这价格能谈得好吗？都是不成气候的厨，怎么是你老狐狸的对手？你才老狐狸！你说你在你的 personal statement 里面写，人类的艺术是靠灵魂沟通，而不是靠语言。对啊，你不觉得这句话很有道理吗？就像乔布斯的电脑，无论去到哪个国家，都是用直击灵魂的方式流行起来的。你跟教授交流可以用灵魂，但是跟别人交流不得用英文吗？但我听你刚才的口音，不看脸以为你是从西伯利亚来的，比印度学生都夸张。好像是有那么一点点，是口音有那么点不好啦。我教授也是这么说的，就因为这样，他扣了我助教部分的奖学金。按我现在这个英语水平，要是要说服满屋子的学生去用灵魂交流，确实还是有点困难。扣了你助教部分的奖学金？那你在这还需要很多钱呀？那你怎么办呀？你们就别问我了，你们不是比赛出事故了吗？你们不要去解释一下。出事故是因为谁？你还不知道吗？哎呀，解释什么呀？现在还，那些投资人不是傻子，知道我们的技术没问题。只要现在我们稳住，着急的就是他们。投资人？正式告诉你一下，我们要做一家全世界最强的导航芯片公司。你们想法也太飞了吧，比我飞得还远。我看了一眼，那帮人都还没走呢，肯定心里正纳闷呢。现在都结束了，为什么都还不围着他们，要围着你？好奇心促使人探索，探索就会引发在意，在意就会投入。爱情如此，公司也一样。So I have done。我们融资的方式跟你追人的方式本质上是一样的。你看我们海潮哥哥。对你多在意啊！一直发问题啊！李东升，行了，我的大 CTO， 马上就会有人过来跟你搭讪。记住，一切云淡风轻。3、2、1 ，Goodbye, John。海潮，东升，哎，周先生，啊，不好意思啊，那个海潮的女朋友突然来了，我们光顾着叙旧，没跟您打招呼，不好意思啊。海潮的女朋友是哦，你好，你好，我叫黄林熙 ，How do do？ How do you do too？ 哎，你知道吗？你的男朋友，他那个技术改进做得非常好。东升，明天下午有时间来我公司一下吗？哎，真不好意思，刚才红木资本的John刚跟我们说明天下午，咱们改天行吗？啊，好，明白。那你可以马上通知我。好，我找您，我找您。哎John哪个John？红木资本的？是呀。你认识吗？你认识？斯坦福 MBA 的子夏谁不认识？
你见一下呗。会点牛都吹了。所以李东升，我今天没闯祸对吧 ？No, you have 不懂。怎么没有啊？你今天害我连盒饭都没有卖出去。我买，我都包了。不用，你买什么呀？我待会儿帮他卖了不就完了吗？我待会儿包给我全帮你卖出去。真假的？当然了。钱给你了。哎，我不要，他不是说他帮我卖吗？等他给我卖，我不要你的钱，拿回去。开什么玩笑？他是来上学的，不是来卖盒饭的。哎呦，你这么说，你还瞧不起卖盒饭的是吧？哎，那你说话的份儿。好了好了，别吵了。我知道大家今天都很高兴，钱也有了，女友也有了，我们回家吃火锅。张海潮不能让黄林熙挨饿死了。哎，回来你！你好 ，Elsa， 麻烦你把今天比赛情况以及我有意向投资黎东升这个消息传出去。好，谢谢。我说老周啊，这竞争对手已经够多的了，就别再招蜂引蝶。我们有竞争对手，难道他们没有吗？多吃。有午餐肉呢。咱都在辣吧这会儿。来点蔬菜吧。来，别介，别干活了，真是刚到就干活。上。海潮，你瞧瞧，人家林夕这么老远漂洋过海来看你，结果跑上一火爆，上个学校竟然还不错，你是不是应该喝一杯啊？哎，英哥啊，喝一杯！哎，英哥，喝一个，喝一个。你跟着捣什么乱呀？我羡慕你嘛，因为美人相伴，我很羡慕你。来吧，喝一杯。没事，喝一个。来，喝一杯。哎呀，我今天是真高兴，终于有了正式工作，我是不用再给那个臭教授打白工，我终于能够不延时毕业了，各位。是啊。东升，你们公司有保险吗？开玩笑，正规公司有。今天这天太完美了，唯一就一件事，如果死下女神能够坐在这个桌子上跟咱们一块儿吃火锅，那就是最完美了。当然了，她肯定得控制体型，不会吃这个的。她就坐这儿，我们大家看着她就开心，是不是？看出来你高兴了，喝美了。什么喝美了？你问问海潮跟东升，紫夏女神是不是他俩的创业原动力？是吗，海潮？你创业不是为了中国的高科技事业，是为了紫夏呀？哎呀，他们在飞机上就一直在商量紫夏该归谁，结果一下飞机就被一个非常事业有成的师哥截胡了。哎呦，这不就才奋发图强，思考着怎么创业。哎，我原先以为他们俩是吹牛呢，但真没想到，是真有实力。哎，海潮、东升，恭喜恭喜啊！太谢谢你了，不然我也没工作。我也得感谢紫夏女神林夕，我最应该感谢的人是你。如果没有你，他们俩我真怕为了紫夏打起来，那公司不就黄了吗？哎，谢谢你啊，敬你一杯，敬你一杯，来，行了吧？东升嘛倒是有可能的，但是海潮我是不相信的。啊，那就来，哎，我干了，你随意啊，你随意，我干了。好了，少喝点。我蕊个。你吃什么？我给你加。我现在干不了，我这也没事，我自己来。哎呀。小崔，你这车挺有意思的，后面有个箱子，这还可以打开。哎，别摸，我这车可贵着呢，你给我摸坏了，给我。黄林夏，我问你啊，你这是哪来的自信啊？什么？我是说，你哪来的自信？你觉得可以拿下张海潮？我没有想要拿下张海潮啊，我只是希望他可以喜欢上我。哦，这可比拿下更难吧？你的意思是说，你拿下了高健，但是他并不喜欢你，是吗？哎呀，
我的意思是说，你就为了这点事儿，兴师动众的来美国读书？对呀，不行吗？不是我打击你啊，我非常好客的。像你这样的，我真的见多了。来美国之前啊，觉得美国遍地是黄金，来了之后呢，跟想象的根本不一样，钱难赚，学业更难，最后吧，就只能黑在这打工。喂，爸，我给你打过去吧。喂，爸。女儿就是贴心。哎，你的情况怎么样？还不错，投资人还挺喜欢李东升的。其实我不太喜欢他，浮躁、花心，不如张海潮踏实。当然，我对张海潮也不满意的。其实东升是有能力的，他现在也在创业，毕竟也喜欢我很多年了。但不是没做成吗？做成以前都是有风险的。我培养你，包装你，让你去学冷门的骑马射击，进了清华，还鼓励你去申请那个贵得要死的斯坦福的 MBA， 不就是为了让你牌面响当当拿得出手？然后，成功的规避所有的风险，直接找个成功人士，最差也要像张海潮这样手上技术无可取代的，随时可以套现的打工皇帝。爸，我自己什么情况我自己很清楚，毕竟我年纪也上去了，总归是要做选择的。还有啊，你别张口闭口海潮的，人家已经有女朋友。你呀，手中的底牌要多几张。哎，你就不能学人家小姑娘，多豁得出去啊？我做不来，好吧？这些东西乱七八糟的，我搞不来。都是我把你保护得太好了。你要是能学得会来事儿，哪轮得到那个什么黎东升、张海潮、程大胜，还有那个不什么来着？虾兵蟹将，没个像样的。这个世界上不可能所有现成的好事都在这里等着你的。你也算够有钱了吧？亚洲金融风暴一来，你不也一样扛不住吗？是，没错，是快塌方了。我最近很多朋友都塌方了，所以你最好找一个手上有现金的，帮我拖拖地。我明天约了红木资本的，正要和黎东升一起吃饭。如果这种融资做成了，我也是有提成可以拿的。爸，我们别总靠别人，靠自己行吗？能成功吧？硅谷的白人投资人一般给中国的创业者只有30秒的时间，他们明天要坐下来一起吃饭，你觉得有没有可能呢？还是我们女儿有办法，我没白培养你。爸，那个，你跟妈能省就省一点吧。司机啊，阿姨啊，留一个就好了，家里别留那么多人了。说什么呀，傻女儿！塌，面子不能塌，面子塌了，那些要债的就真的不走了。他们不走的话，我怎么翻身啊？我。行了，哎呀，不说了，哎呀，你打过来电话费也贵的啊，就这样吧。同学，你好帅啊！你只要把这个眼镜摘下来，换上我这个隐形镜片，我敢保证你立马就是清华校草。你要是原谅我的话，我让你亲我一下。你别闹！那我亲你。别闹！啊！张海潮，我喜欢你，只要有信念，什么地方去不了，什么事情做不成。Thank you. 爸，
！Are you okay？ 张海潮，真的是你啊！你来帮我交学费的？你在学校卖这个呀？明明就是来帮我交学费的。我学费你不用担心，我已经分期了，后面我自己会搞定的。你是不是觉得我追到美国来了，你特感动，所以才愿意为我做这些啊？我是怕你丢人，在学校卖小商品。没卖小商品，这些是我特地从中国带来的。你看，兵马俑，还有小泥人，还有京剧脸谱什么的，我是带来送老师的，送同学，连清洁工我都送。我英文不好嘛，这样的话大家就愿意多跟我说话，我英语进步就快一些呀。干嘛这么看着我呀？你要不信，你上我们系里问去。那你交完学费，还有钱吃饭吗？有啊，我还能撑几天呢。干嘛呀？真写啊？哎，不用，海潮，你别闹了，我不用。张海潮。Yes, sir. I will command this. So what's your name? Kira. Kira. My name is Dongsheng Li. Oh, that is nice. So call me later, okay? Okay, I will call you. Okay. Is it your girlfriend? Yeah. Okay. Yeah. I will call you. See you. Okay. See you. Hi. 真没想到，老外也喜欢看手相。啊？你还会看手相呢？他给我看。总之啊，人家都对我热情似火，就你对我冷若冰霜。我有吗？有啊。有时候啊，我就想，子夏这么优秀啊，你看，硅谷大佬都认识。什么样的男人，什么样的男人，才能达到你的标准？现在谈恋爱这个事情不在我的考虑范围之内。你肯定有标准，但是目前我达不到。Fine。我跟你说，在未来，我一定会融资成功，上市敲钟，成为一个非常厉害的 CEO。你应该学学黄林熙，在这个时候把这么优秀的潜力股牢牢地攥在手里边，千万别让它飞了，听懂没有啊 Hey John. Hello. We were expecting you. Yeah. This is Li Dongsheng. This is John. It's an honor to meet you, John. Have a seat. Yeah. Well, thank you for your interest in my project. Well, that was yesterday. I'm no longer interested in it today. I just didn't want to miss dinner with Zashia. Why?
Are they accusing us of just reverse engineering instead of making real innovation? Well, Chinese people make copies, don't they? Look, this is a way to prove our tech capabilities of our investors. Yeah, but it's still reverse engineering, which means plagiarism. And everything you're capable of is based on Professor Craig's algorithms. So without Craig's lab, there's no foundation for your work at all. Well, actually, John, I think... You know what? I think Craig doesn't agree with you. Neither do other investors. Excuse me. 哎，东升 ，sorry， 东升，东升，李东升，给我站住！你在干什么呀？这样很没有礼貌，你知道吗？这还不明显吗？有人坏我们的事儿，8成是 Brian。你想象力未免太丰富了吧 ？Brian 坏你，为什么？你们才刚起步，他不至于。老大吃肉，老二喝汤，老三老四寅吃卯粮。科技行业就是这样，换我也会这么做。其实你们离老三老四还有一段距离呢，况且你们的技术现在都在被人质疑。你听我的，我们回去听张好好说。我觉得他比周先生权威很多。来，我不迷信权威，我只相信我自己。董事长，我就告诉你李东升不行，你为什么老是不信呢？爸，John 就还可以嘛。爸，你是不是？我觉得吧，反正女儿，爸爸不会害你的。找老公最后就是看他能够给你提供什么样的生活。如果你选择李东升那样的，那我何必这么难？我还要送你去读斯坦福的 MBA。你是不是因为李东升这小子，你才总是做不了选择？不是。女儿，我跟你讲，家里都被要债的拔电了，你知道吧？好吧，我求求你，我求求你，帮帮忙，好吧，帮帮忙。周先生，我已经跟您说清楚了，我会改写搜星算法，在导航芯片里边，搜星算法是最要紧的。哎呀，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问题是股东们他们看了报道都很担心，这半导体领域啊，处处都是专利，受到保护。要是你创业的过程里不小心触碰到克雷格教授的专利，那你们的钱加上我们股东的钱都不够你们两个打官司。周先生，我们绝对不会触碰。问题是，你们能肯定没有逆向设计吗？虽然说1984年半导体芯片保护法规定已经不犯法，但是其中还是很多争议的。逆向设计不可能，我一定会创新的。一个顶级的围棋手，一定要大量的阅读棋谱，熟记于心，然后在正式对弈的时候忘掉棋谱，才能赢。但是你要证明给我看啊！周先生，如果海潮能证明他的创新能力，会不会有转机？关键是在过程里面有没有涉及抄袭。我觉得呢，你们应该去找那个克雷格教授，把条约定好，划清界限，免得以后出问题。这件事情，克雷格教授已经答应我了。他用嘴巴答应你，落到合约上吧。You understand this? Oh, excuse me. I'll be a minute. Good morning, sir. Good morning. I'm sorry, Haichao. I won't be able to grant your request. Why, Professor? You know better than anyone that I can innovate, that I can avoid all your designs. Maybe. Maybe. Did I ever tell you that I once had a Chinese girlfriend? Do you want to hear what happened? We're both students studying material science in college. We met at Harvard, and that's where we fell in love. Those were the
best days of my life. We were going to get married, but suddenly she left me and went back to China. That winter, I was so down. It was like every day was a rainy day. At that time, U.S.-China relations were strained, and once she had gone, I knew she would never come back. For the longest time, I couldn't figure out why she had gone back. After all, hadn't China just had its revolution? They needed farmers and steelworkers much more than they needed scientists. Actually, she had gone back to help develop the atomic bomb. And then, did you ever meet her again? Unfortunately, she got cancer and died. I loved her. In fact, I've never loved another woman since. It's because of her that I give so many opportunities to my Chinese students, because I know it's not easy for any of you. If so, would you support me even more? Young man, science may not have a nationality, but scientists do. Are you saying that I can't leave this lab? Exactly. Well, students, back again. Sorry about that. 哎，会不会是因为你改装了机器人，他才改变主意了？哎，搞不懂他，一头雾水。这还想不明白？亏你还是个拿全额奖学金的博士。刘涵，你有没有一种感觉，我们这些博士就是给教授打白工的，拿着最少的工资，做着最难的研究？我有这种感觉啊，所以觉得特别没有意思。我都没意思多少年了，那教授还不让我毕业？在亚里士多德时代，博士的全称是 Doctor of Philosophy， 哲学博士，理应是包罗万象。但是到了现在这个时代，就成了研究某个领域特别小的一部分，博士变成了专使。所以你是想明白了这一点，才答应跟我一起创业的？我们最终做的是产品，产品是为了满足客户的需求，又不是教授的需求。哎，这话我爱听。那教授满脑子想的就是怎么给实验室找投资，写多少论文，哪想过咱们死活呀？八仙童都会背叛师门。好了，我们不要讨论历史了，还是想想解决方案吧。最好的解决方案就是从专利的角度证明海潮的设计没有违反专利。那就得赶快弄出设计图纸，然后找专利律师为我们上诉。专利律师的费用很贵的，我们有这个钱吗？海潮，你怎么想？我先去那实验室，看看有没有做方案的可行性。专利律师的费用，我来想办法。你说律师费用2万美金？对，1周之内必须搞定。那你有办法吗？啊？什么啊？你到底有没有办法？我有办法，我早说了。也是啊，要不咱俩买俩面罩抢银行去吧？除了这个，我也实在想不到别的办法。Oh no！ 2、3天了，
了，怎么一点进展都没有啊？你先别这么焦虑嘛。是我焦虑吗？我是替你着急，好不好？夸下海口的人是你，又不是我。哎，你在国内跑销售那会儿，还有没有什么特别成功的案例？我不是跟你说过800遍了吗？那些都不够特别。要是够特别，我早就发达了，大哥，我还用坐在这儿吗？失败案例我倒是有一堆，什么倒卖失败的，办培训班招不到生失败的。培训班是？培训班？啊，培训班，其实我也想过，但你说我们在人家这儿，我们培训人家什么呀？我这英语我还培训人家呢。哎呀，我肚子饿了，我想不出来了。再想想，好，行，我请你吃饭。Hey, Tommy, I heard Lee working on a new movie, Kung Fu Master. Leading actor is Jet Li. He's not bad, but I like Jack Chan better. No, Jet's Kung Fu is much better. You saw it first, second, and third chapter. It was the best, but Jackie Chan, you know, for kids. Chinese Kung Fu. 中国功夫。可以。好。好。好。When it comes to learn Chinese Kung Fu, physical training is the key. Kung Fu needs strength and persistence. So, we start from running.2位，能跟你们聊一下吗？啊，刘东升，你不是要做导航芯片设计公司的 CEO 吗？为什么又去开武术社了？终点没变，就是路上拐了个弯儿，怎么了？我们在帮你啊，海潮，我们在赚钱，帮你找专利律师，这样的话，到时候可以给你保驾护航嘛。就是。哦。现在我们没钱请专利律师，就跑去开武术社。那我们要是没钱请法务，是不是大家都去转行倒卖电子产品啊？也可以啊，我还真想过，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利用这2万美金，我们去二手市场去批发电子产品，卖到国内去，到时候说不定就发了，你们融资都不用了。你看这生意头脑，你们到底了解不了解硅谷的创业机制？懂不懂什么叫做风投啊？懂！我跟你说，现在这个是权宜之计。还有，怎么又去跑马拉松了？跑马拉松是我们想出来的好方法。我最开始，我们200名学员对吧？我每天带着他们跑15公里呢，就这么15公里训练，淘汰下来，现在剩到79个人，我厉不厉害？你这不是骗人吗？我怎么就骗人了呢？把人家都招进来，然后再想办法送人家走。我没送他们走，是他们完成不了训练，所以要走。我跟你说，这个是健身房的商业模式，在纽约很多人就愿意为了高端健身花很多钱，但是根据数据统计呢，有60%的人第2个月就不来了。这就如同博弈，客户拼的是毅力和决心，健身房采用的是1年到5年的会员制。我们和客户的关系是什么？就是我看你能扛多久。对，而且这种商业模式是国际认可的。那些被淘汰的客户呢，我们也不是不管了，我们属于良心企业，我们给他们退费，好多人不愿意退，后面还想继续加入。再说了，我们交税的，只要他们愿意，我们黄教练啊就可以为了爱情一直陪跑，我都感动了，直到他们能满足这15公里。刘东升，走，
咱们出去跑跑看，我看你能不能过15公里的测试。我也可以。走啊！哎，我走。哎，不是，我走什么呀？我跟你说跑步的事儿呢吗？我们是说律师费的事儿。你们能不能不要把一件本来很有格局的事情搞得这么俗呢？怎么就俗了呢？哎，是不是脚起水泡了？这样不行，得给他挑破了，不要你管，不然明天会更疼的。去医务室吧，来，我扶着你。不要，快，你脚不能用力，慢点啊，以后可不能再这么跑了。Hey, Tracy. Hi. Super tight, please. Okay, wait a minute. 走开走开，你那破手做的实验室。你了。马上好啊。哎，那个黄连熙挺厉害，短短1天之内就挣了2万美元。厉害的是黎东升，点子是他想出来的。哎，我们俩少说2句吧，张口闭口都是钱，让人子夏看笑话。这世界上谁不爱钱啊？谁活着不是为了钱啊？你装什么装啊你？子夏就一点钱味都没有。给人多加点虾仁儿。说我们骗人，这跑得比谁都欢。梅西，真有你的啊！其实大家都说爱情这个东西，无论你怎么努力都没用的。但是，当你遇到一个特别优秀的人，你只要拼命努力，拼命向他靠近，你总是会有机会的。总比原地踏步什么都不做的强吧，对不对？What's the Cisco meeting about? They need to be informed about the fatal mistake in your algorithm. The formulas given to them over the past years have been completely wrong. That's why they haven't made any progress. I'm the one who got you to the US. How dare you treat me like this? You invited me because I can solve problems. Quick, I don't like to waste time. If you insist on accusing me of patent infringement, you will leave me no other option but to tell Cisco the truth. If I say yes, what are you going to say at the meeting? If you accept my request, I will help you solve all the problems that might come up at the meeting. What do you mean?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with your algorithm for Craig Lab. There's a detailed report on them. You've gone back on your word. Craig, I attached a solution at the end of the report. I can give you the solution for free. My own GPS chip company will use a more advanced algorithm. I will avoid citing my own patent. 张海潮，没想到你行动起来挺麻利啊！你又是 CEO， 你要记得，在任何时候都要做好专利规划。半导体领域的专利战是一直都存在的。之前没钱请律师，现在有了，怎么还怪上我了？真是！哎，那2万美金里面可是有1万美金是要给黄灵溪的，人学费还没交呢。早给你备好了，给人家送去。你给我干什么？你自己给人送过去。不要啊！哎，那我放这儿了。哎，我放这儿了。哎呀，海潮，你就不要装了，我都看不下去了。开饭啦！
我炖的红烧肉炖了很久。吃饭喽！奇怪了，我好像一点都不饿。那算了算了，我还是替你们送过去吧。听说了吗？这件事以后啊，张海潮是被各大芯片设计公司高薪争夺呀。是呀，他这种人哪里愿意帮人家打工？现在啊，时代真的不一样。哎，还记得咱们那时候出来留学的时候吗？那几个出类拔萃的老同学，在导师面前从来都是恭恭敬敬的。哎，最多啊，背上个布包，跳上小船，回国前，跟导师才有一番争论。是呀，当年我们来美国的时候，谁没有在中国餐馆做过工？谁的手没有碰过肥皂水？这辈年轻人比我们有想象力。你看，那李东生都开了武术社。难以想象，难以想象吗？哎呀，你说的真的很对。这新的时代要开始了。